位 ，Hello Team，Hello Ambrose。咁不如我訪問咗 Ambrose 先啦。Ambrose 你可唔可以講下最近幾個月嘅寫字樓租務市場市況？其實由上年年尾去到農曆年後，我哋見到租務市場活躍咗嘅。咁主要原因係經濟環境好咗啦。你見到恆指就上到差唔多24000點啦。所以其實好多中小企甚至係跨國企業咧，對香港嘅經濟都開始有翻信心。另外我哋其實 forecast 未來幾個月甚至1年咧，都會主要矚目係啲比較市場上有質素同埋剛剛落成嘅大廈，因為呢啲業主咧都會俾一啲好嘅租金優惠同埋特長嘅免租期啊、裝修補貼等等，俾啲租客去協助佢哋更加容易去搬遷啦，同埋升級。咁啊，Tim 最近有冇一啲推介嘅租盤，同埋有啲咩亮點咧？如果你話要真係揾一個比較矚目嘅啦，我會覺得係尖沙咀嘅21號亞士利道 21 Ashley， 因為尖沙咀大家都知道其實係一個好多醫療公司啊，或者好多醫生落戶嘅一個區啦。21 Ashley 其實喺嗰個區咧，佢係唯獨一棟全新嘅醫務大廈寫字樓供應，咁所以成個市場嘅焦點其實都集中咗喺嗰度。佢最近都錄到唔少嘅成交。棟樓亦都係專登為咗醫務嘅租客去特別設計，咁嗰個我絕對相信係市場嘅焦點。咁你哋覺得 Starful 帶俾你哋最開心嘅係咩咧？最開心啊！最開心就係我喺呢度差唔多10年啦，其實暫時佔咗人生差唔多3分時間。最慶幸咧就係其實識到一班朋友，除咗我哋係工作上嘅伙伴之外咧，我哋係拍檔之外咧，我哋大家好互相支持大家啦。咁大家亦都係 keep 住一個好好嘅朋友關係。我諗我同 Ambrose 嘅睇法都幾近嘅，即係我覺得第一太平對我嚟講係攞到一啲好好嘅友情啦，即係識到一班好兄弟班籃球隊啊，咁呢啲都係一個好開心嘅回憶嚟嘅。